過2禮拜就是清明啊，真濟人呢是來包這潤餅。也毋過新北市衛生局稽查所發現，講有2間做豆乾的，分別是這個雲林縣，也有桃園市的公司呢，是有這個防腐劑超過標準，也有出現滾藥水的問題。清明節要到啊，大家會包潤餅糕，需要的料有潤餅皮、高麗菜、紅菜頭、豆菜、豆乾絲等等。菜單頭家講，今年的菜價無什麼變動，真穩定。尤其是高麗菜，平均1粒30塊，絕對不會波動。因為菜價很穩定，天氣也很穩定。高麗菜以前正貴的時候，那時候100多塊，現在的話1顆有要30塊，還有3顆100塊的。為着要讓民眾在清明食了安心，新北市政府嘛有去到市仔大賣場進行檢驗，攏總驗出2項違規的產品：大烏豆乾和豆乾。2間業者攏是向外縣市繳貨，分別是桃園市和雲林縣的公司。原因是防腐劑超標和驗出有袂使使用的滾藥水。相關的這個刺激性，比如說在我們的過氧化氫雙氧水會對腸胃道有一些刺激。那在這個防腐劑來講，它的量大的時候，也會造成人體的危害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這個違規的產品已經強制落架，並且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，罰3萬塊以上300萬以下。衛生局也呼籲供應商要有愛心，重視食品安全，讓民眾食了安心。記者查詢林旭凱，新北報道。